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总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眾、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美純，歡迎收看12月24號禮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南台科技大學上午盛大舉行智慧微電網人才甲技術培育基地甲拜典禮。在教育部的補助之下，總投資規模突破1億，成功將國家級的政策轉為教學積極培育人才。要讓學生在學校得當學到上界新的產業技術。3、2、1，請揭牌。在國科會、教育部、台南市政府甲工業技術研究院等3研界代表共同見證之下，南台科技大學智慧微電網產業人才甲技術培育基地正式揭牌，嘛這是上好的聖誕禮物。智慧微電網不只是說讓我們有發電儲能，然後我們有電動機車電動汽車就讓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那這個體系在我們來看，這不只是國內需要，國際也非常需要。像我們在場其實有來自泰國的貴賓，來自菲律賓的貴賓，他們都很期待未來可以合作，把這樣的整場的經驗輸出。因為在東南亞太多的離島，就所謂的孤島，他們都需要電力。叫他蓋發電廠也很難，我覺得智慧微電網是最重要的哈。台南是我們綠能的一個發展的大縣哈，所以在南台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基地，那幫我們相關的產業，不管是在技術的研發，或是你們這個所需要的員工的訓練，那當然在職前由我們的學校來培育這樣的一個學生，讓學生畢業就是有即戰力。賴總統在推動我們國家的韌性計劃，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結合度相當高的國家政策。那未來如果能夠在台南的南科或者是我們的沙崙綠能科學城繼續來推動，那尤其是學校端的部分，對我們來講，不管是人才的培訓，還有給這些年輕人機會，還有各學術端的一些連結跟產業界，我想從這邊做出發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其中吳成文以國科會主委身份再次回來南台科技大學感觸真深，因為這座基地正是擔任該校校長期間所爭取布局，希望成為技職教育新的基石。南台科大願意提供校園當作是一個實質智慧微電網運作、實質運作的基地。這個基地的價值在哪裡呢？不是在於美麗輝煌的這種建築。我們這個建築裡面的內容才是重點。我們老師們的努力建置的這些實驗室，全部都是真材實料的。真材實料在培育學生，全部都是做真的，不是去買一些設備來裝一裝，好像是自己做，不是，都是老師帶着學生做出來的。因為天災地變造成電力中斷的教訓，所以南台透過智慧微電網的供電，也是守護校園物資無中斷的上好示範。而且該校更串聯成大、南大學、高雄科技大學等6間學校，和南台灣歷齡教育資源會當共享。預計每一檔將培養250位專業人才，帶動技職教學整體升級。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中華民國國民外交協會台南市會第43加44屆新社任會長交接典禮，23號暗時盛大舉行。出席的貴賓除了中央甲地方的官員，也閣有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長官。以及濟民意代表甲各界貴賓，場面非常的盛大。創立至今將近半世紀的中華民國國民外交協會台南市會，48年來孕育出43個精英會長，幫助國家在國際國民外交事務領域爭取了一席之地。2025在專業醫師張富全會長的帶領，和外賓甲啲協會互動更加密切。2026年第44屆新任會長，這是由顏家瑩來接任，在公關主委地清泉的監教下，進行應信的交接。新任會長顏家瑩是該會有史以來第2位女性來擔任會長。現場出席的貴賓，除了台南市地方政府的官員、立委、甲啲民意代表等，包括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副執行長康佳琪，嘛代表外交部來致意。而新任的會長顏家瑩，未來嘛將加強甲啲來台外籍生的互動，讓世界會用個更加看見台灣。在這邊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外交協會在台灣在台南已經成立了43年的一個時間。那家瑩即將在2026年接任我們44屆的會長那在這裡呢，非常感謝我們外交部 NGO 我們的副執行長，我們康副執行長在那邊特別的支持我們，從我們北部特別來關心我們台南外交協會、台南市會那在家瑩任內呢，除了跟我們來到台灣留學的外籍生呢，多做進一步的互動之外呢，我們也會即將來舉辦了我們的國際嘉年華，所以這邊呢也要請我們的外交部這邊可以大力的來支持我們，讓我們可以立足台灣，放眼世界。非常高興代表外交部來參加我們這個新會長的交接的儀式。那這邊先預祝新會長上任之後會務昌隆。那我們也都知道說，這個國民外交協會台南市會表現得非常的好已經有44年的歷史了。那在我們林部長都講，人人都是外交官。我相信在這個 PTPI 台南市會就是最佳的寫照。除了新社任的會長交接，現場社會局長郭乃文嘛一一來頒發新任理監事的當選證書。李家人王彩華的查某囝黃雨婷，因為甲會長是好朋友，現場嘛特別透過影片來祝福。整個交接典禮熱烈滾滾。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接下來，咱來看一連串對新民無禮貌的行為。
中西區有一間強廟的天公爐，被一名男子放3個銀角仔，一個10塊，2個1塊。強廟人員發現了後，感覺真詭異。民俗專家就表示，這款動作是想要招財，但是伊無先甲神明拍招呼。另外一間神壇正佇咧進行神廟興建工程，卻有一名男子走入去隨地大小便。事後，警察對了一路抓到人。這名男子說講，因為上過急，找無便所。來看記者的採訪報道。半暝啊，監視器翕到一名男子行入來，唔知要創啥，這一看竟然是佇咧烏白放屎尿。代志發生佇咧中西區一間新大的神廟工地，廟方人員發現了後溜出去，翕到車牌，馬上報警。警察嘛以上緊的速度抓到人，予伊家己來替家己切尻川。民俗專家嘛指出，這款行為對神明非常不敬，這是非常無禮貌。希望眾生若看到吼，恁一定要緊去甲神明會失禮，啊無你就是法院佇遐做清潔工，看要1年、3年，你才有法度改變你的運道甲一生。事後，這名男子講是因為上記錄找無便所，廟方人員後續嘛無追究，只是陪同向神明會失禮。另外有宮廟的天公爐是予人放3塊銀角仔，監視器翕到有3個人圍做伙，嘛無要拜拜，摕了一塊10塊，2塊1塊，總共12塊，放佇咧爐頂懸，互宮廟人員感覺怪怪。放人家講啊，無我甲神明添一下樣樣，有可能這種做法啦，意思安尼爾啦，啊無啥物惡意啊，因為我看天公爐攏無破壞，無安那哩。廟方認為無物件互破壞就好，錢嘛放入去現金箱仔內底，不過畫面鋪就網，有人講算是加強氣場的小法術，而且放的方式嘛錯誤。對民俗角度來看，應該是想要招財，也毋過無先問過神明，顛倒是相當無禮貌。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藝術進入信仰空間，台南藝術家蔡維林用城隍爺的神醫神模作為靈感，結合城池、水文意象以及府城的街景，畫製成3面相連結的版畫。當時佇台灣府城隍廟啟動府城香火現地創作計劃，互民眾會當聽落來欣賞。作品預計明年會佇南美館展出。藝術家蔡維任參加2026領導安怎拜對參道到神道的連結展覽，佇台灣府城隍廟的支持之下，以主神維靈公的神模神沙為主視角，向下延伸德慶溪、福安溪兩大城市溪流為主題，畫出古蹟建築甲宮廟之美。我覺得算是一個不同的內在意涵。通常我們可能對神明的想象都是以一個單純的、非常威嚴的一個肖像在這邊，但同時其實它可以擴張成整個城市的本身。然後我們透過這個作品本身，我希望大家可以看見說信仰之間本身後面更深層的意涵。這屆畫布真特別，是用蚵仔殼、乾電菱角殼製作而成，這嘛正是依照古法技術製作成像的傳統材料，畫佇咧沙地長150公分、寬60公分的板仔。帽仔頂懸正中央是台灣府城隍廟，溪流兩邊擁立將近20位府城街景建築。希望用這個城市的素材。然後去畫這個作品，所以這黑色底呢，同時也代表信仰的整個演進的過程。因為我們在拜拜的時候，會使整個廟慢慢的燻沉，慢慢的焦黑的顏色。古早時代吼，城隍咧等於這守護這個城池，一個重要的角色啊吼。伊較早官方為着要管理民間，伊嘛愛透過這個城隍吼來約束人民的思想啦吼，伊的行為，所以有這個城隍的信仰。今年拄好府城建成300棟，甲南美館合作，呈現出100信仰地景甲社區基地的府城圖樣。作品完成了後，將組成屏風，再予觀者全新的樣貌。有計佇咧明年初正式來展出。
台南新聞收回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甲紙風車劇團聯手打造的客家親子劇《燈怪》，12月26號到28號連續3天，將佇安平安逸停車場盛大演出。市長黃偉綽邀請市民大小朋友前往安平打怪，做伙感受奇幻佮溫暖的客家文化魅力。我們這一次燈怪的演出啊，特別用這個很可愛的人偶造型哦，那加上很好聽，甚至於是朗朗上口的客家歌，希望小朋友一起聽客家話、講客家話、學唱客家童謠哦。歲末年終，真濟民眾期待客家藝文親子劇來咯，由着客家委員會甲着紙風車劇團共同打造。全新2025客家親子劇《燈怪》就要來登場，佇個宣傳記者會中，播出演出片段，讓大小朋友看甲非常的歡喜。市長黃偉綽嘛親自到場，甲民眾來同歡，並且邀請市民做伙來安平看燈怪。歡迎來到2025客委會行政院客委會所舉辦的這個年度大戲《燈怪》。那在今年又是跟紙風車再一次的合作，其實，在12月26、27、28 3天嘛，那能夠來到台南來表演，這是繼去年的雨馬之後啊，今年的主題是燈怪。去年有雨又馬，今年有燈又怪，但是事實上一點都不奇怪。紙風車劇團的團長任建成嘛表示，全新的2025客家親子劇《燈怪》。不但有8公尺高的燈國王，帶領15隻草蜢的人偶角色，現場還準備了3000支的熒光棒，要邀請觀眾化身做海底的星光，甲着舞台頂的表演來互動。今年全新創作的燈怪哦，運用一個那個呱呱族很可愛的人偶，跟那個燈族哦，還有8公尺那麼高的很大的燈國王，希望提醒小朋友呢，能夠注意環境的保育，然後同時愛護我們的海洋。那把這樣永續的精神融入在我們的兒童劇當中。那當然內容很活潑、很精彩之外，我們當然希望小朋友借由看這個表演，也可以學會聽客家話，甚至於講客家話、唱客家歌。在活動宣傳記者會中，包括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委范卓明、市府客委會主委陳新如，以及這位民意代表、區長甲里長嘛，攏到場來出席。現場還佫邀請幼兒園的小朋友同樂，歡迎市民朋友8月26、27、28連續3天的暗時，在安平安逸停車場來盛大演出。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迎接聖誕節，台南市手機餐飲邀請南台南家福中心的手作學童享受聖誕餐會。真難得的是，今年已經是第14檔，象徵一世相伴，愛袂中斷，要一直陪伴囡仔，在溫暖的節日留下珍貴的回憶。充滿愛甲感恩的聖誕餐會，今年再出佇手機餐飲來上演，因為頭家娘已經第14檔，邀請南台南家福中心的囡仔來享受一頓青草，而且除了把酒以外，現場更安排魔術表演、造型氣球等活動的節目，讓囡仔佇笑聲當中度過一個難忘、充滿祝福的聖誕暝。
頭家娘會持續投入這項公益行動，正是因為自細漢嘛是同款的背景，經過成長的艱難，如今有能力回饋社會，就要將感恩化作實際行動。其實那時候家福不只給我們很多，就是我們說物質上的支持，然後也很給家福老師其實也私底下很關心我們啊，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其實一直都有在給予支持跟陪伴。然後對於我那時候來講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安全感。當我開始出社會啊，然後工作開始創業當老闆之後，我就有跟我先生就是立了一個願，我們覺得說我們每年都想要回饋給家福中心這些小孩子們，也感謝這些曾經幫助我們過的老師啊，然後就是一個比較感恩的心這樣子。陳雅琪對曾經受人幫助到今日幫助別人，這是良善力量的循環，嘛讓南台南家福中心相當感動，會持續將希望的種子也向社會每一個角落，嘛讓溫暖甲愛持續擴散。就說謝謝我們雅琪之外呢，更期待南台南家福中心所陪伴的孩子們，你今天感受到來自社會大眾的愛心。但主任更希望您可以把這份愛心收着，放在心裡面。未來當您長大自立之後，您有能力了，也要把這一份愛心給它傳遞到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迎接每年春節，經發局市場處一個台南市7大公有零售市場推出一馬當先、佳肴滿園年菜，號召在地特色的攤商聯手烹出精緻的年菜，為傳統的手路菜到創意年節料理全部攏有，品質袂輸予5星級的飯店，要讓民眾用實惠的價格輕鬆圍爐過好年。可愛的吉祥物蔡奇亞用舞蹈表演炒熱現場氣氛，時不時還來個倒立特技。馬年即將到來，經發局市場處集結7大公有零售市場，推出一馬當先、佳肴滿園年菜。記者會現場展示多道色香味俱全、物美價廉的年菜，香氣撲鼻。大家可以看到，都只有幾千塊，但事實上都是歷經挑戰的市場名攤所做出來的年菜。那台南年菜有高檔的5星級的年菜，也有非常在傳統市場很平民、很親民，而且 CP 值最高的5星級的市場年菜。魚翅羹、佛跳牆、全雞料理、烏魚子、大蝦，從傳統手路菜到創意年節料理，一應俱全，品質不輸5星級飯店。今年參與市場範圍擴大，有些部分更享免運優惠。都是套餐的服務啦，越早訂購的話，當然就是越澎湃哈，越能夠訂得到。那越到後面的話，當然是因為限量嘛，限量供應，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盡早出手哈，那趕快來訂購，因為我們今年的菜色跟以往也不太一樣哈。經發局表示，年菜不只是年節美食，更是市場文化與職人精神的體現。這回各市場皆以創意與誠意端出拿手好菜，歡迎市民朋友走入市場選購年菜，為新的一年添好運。記者蘇懷騰的報道。台北上海新里城2026跨年晚會全部的卡司正式公布。台北市觀光團保局長余翔甲主題群黃豪平、夏荷西則會公布完整的演出名單，並且首度曝光全卡司宣傳的影片，以及史努比家族台北跨年限定商品。2026跨年晚會，大家好，我們是卡拉。2026台北跨年晚會卡司由韓團 Kara 領銜，還有歌手周湯豪、本土天團911、情歌王子畢書盡、創作歌手韋禮安、唱跳女神安心亞等超過10組豪華卡司接力登台。Kara 更是睽違12年重返台灣，獨家在台北跨年合體演出。大家好，我們是 Kara， 台北 We are coming。今天正式公布了台北跨年晚會的完整的卡司的名單。那這14
13組呢都是非常重磅級的藝人，包括我們今天最新公布的周湯豪、911，還有安心亞，還有包括我們在現場的煥蘭小熊，相信大家他們都會帶給大家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這一次台北的跨年晚會呢，其實最大的亮點就是我們的壓軸卡司請到了韓流的傳奇女團 Kara。那這一次呢，是他們睽違12年，重新回到台灣的舞台。那這一次呢，成員們也在台北的跨年舞台上面合體，然後帶給我们這些獨家的表演。那相信呢 ，Kara 是非常多人的青春的回憶，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團。那這一次呢，他們也會帶來一首首非常經典的金曲。那也歡迎不管是國內或是國外的 Kara 的粉絲，都可以在台北跟他們一起跨年。記者會現場，君不露、煥蘭小熊帶來熱力四射的精彩演出，瞬間炒熱氣氛。安心亞與煥蘭小熊更同台進行猜歌遊戲，吉祥物熊讚也驚喜現身，與偶像一起熱舞，展現歡樂與親民魅力。安心亞更預告，這次將呈現全新的音樂與舞蹈設計，與觀眾共同迎接新的一年。這次有沒有什麼特別突破的演出？因為其實網絡上面之前大家講說什麼，怎麼還在呼？我跟你講，呼下去總是可以呼出各種不同的花樣來。對，就是每年的那個跨年表演都希望用不同的音樂風格跟舞蹈呈現，就是一直變化這樣，然後重拆掉再重組這樣。然後今年又重組了另外一種風格。哦，所以會有各種不同的嘗試就對了。對，然後就是會，我也特別選了幾首嗨歌，反正就是中間不會有休息。我的怕就是一路嗨到底這樣子。風格是比較搖滾，對，所以會嘗試搖滾的風格，對，然後也是就是會很耀眼，就是大家會沒有時間眨眼，對。跨年當天，除了主舞台，還規劃4大多元舞台，包括東區頂好廣場、警勤1號公園、象山公園以及44南村同步開唱，並推出台北跨年史努比限定周邊商品，邀請大家用音樂歡笑，在台北迎接滿滿幸福感的2026年。記者林喜慧台北報道。感謝你收看12月2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我也爬回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
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